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粉紅啊，是個跑車白沙屯媽祖進香，今仔日第4天，坐香燈卡行到雲林北港，車道塌塌地攏是人，都驚會有危險。志工指揮交通是講出着心實的話，志工請信眾愛往正邊行，安尼媽祖才會保庇。閣講這個腳步若較大發咧，福報就愈大。媽祖的亂叫，總算日咧晚到11:08分到朝天宮，而眾人的呼聲之下，殺進殺退，衝入去朝天宮來駐駕，這個空派的畫面非常的壯觀。白沙屯媽祖亂叫，總算來到北港朝天宮現場，有幾百萬的信眾提手機啊出來記錄這一年一擺的重要時刻。媽祖亂叫沿路衝信眾高喊真哦真哦，廟前廣場氣氛正熱，為半空中來看，攏總是人。信眾騎雙屏讓出一條路，頭家人員先拍頭陣，用槍的衝入廟內，煞來亂叫，喊來喊去，驚三進三退咧，直衝朝天宮信眾的情緒嘛，衝到上懸點。突破40幾萬人哦，預計佫真濟外來吼，所以今仔應該會幾百萬人。北港朝天宮有幾百萬人盛放空前，四界攏總是人。佇亂叫到北港進前，這信眾早已經做好準備啊。今年的重頭戲就是要抵達到北港的朝天宮，而且我們北港的鄉親統統都準備好了。還看到我在我旁邊這麼高80多公尺的一個炮台，是用吊車吊起來的，是有這個信徒來奉獻給媽祖的。非常的開心，很興奮，也是滿滿的感動。白沙屯媽祖吸引幾百萬的信眾共同來見證進香的過程，重點儀式掛火，和信眾真期待。Hello， 我是蔣欣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